大家好，我是顾威，我是会当接受挑战的人。哇！台湾基本学系台中教育大学毕业，大英课里拢有一寡基本的材料。我头捌做一寡有意义的咧找，真正的像我喺台中做客户的专业助理，我嘛捌伫属于做过台英翻译的客户员。我贡献的部分资料是用新技术做的台英翻译的考验软体。我嘛咧学一寡教学的物啊。重点是咱这问题俗大，我已经有咧用排答方式来讲熟悉开讲来讨论。各位，这是一项我想要证明我家己的大代志。伫过去的几个月，我已经为台湾当兵出发，再兵转来，世界去多人处理，想要实际了解别人社会、世界有啥物款问题。有影，大人拢有大人问题，咱嘛有咱问题，咱应该互这个社会世界变做一个更较好的所在。当然，我看到，有条要互咱更较好，需要大家做伙来开始。不管头前有啥物困难挡住，我嘛会搁爬起来，咱做伙甲拼落去。过来，我想要讲一些大船的故事。哈，1910年台湾叫报有啥物好讲的？就是讲这阵，迄阵无看到头前的冰山，啊，咱即马感觉会当当做咱头前的冰山拢无看到。